大家好，我是 Peter Lee，今天是2025年10月15日，2:28 PM。我在13号的时候呢，就卖出买入 SQQQ， 就去short 的 US stock market。So 现在就是看的就是你可以看到的就是这个是 S&P 500，就是我在这里就是沽空的沽空用 SQQQ 沽空了这个 S&P 500。我沽空的时候就看到这个很向下跌的阴烛，就是bearish candlestick， 就是这样，就很 bearish， 很在往下跌这样子的。可是呢，就往下跌就带 trend 的这50天线这样的，甚至挑战一个250天线的，可是就没有发生，它就两个阳烛在这里走了。我就是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呢，还有就是比较bullish， 比较有往平行的走向，平行的可能就是这样平行，在想也不一定的。可是就是那个 bearish 的 sentiment 呢，那个 bearish 的走势呢，就完全破坏了，因为这两只阳烛。还有我看了的股票啊，就全都升得很好啊，就完全没有那个跌的感觉了，就是所以我呢就平了仓，占了2% 的利用，还有买了些股票这样子的，因为我看不对路，所以就这样子。你好，我是一个新的 YouTuber 啦，就是我做这个 YouTube 就做了很久，可是没有人看我，就希望你会看我了，就因为我是一个专业的交易员呢，所以就平常我打算从以后就会放一些 trade 放上 YouTube 啊，就大家分享呢，所以就当然我不是一个投资顾问，所以就我给的都是娱乐的东西，可是就大家给一些灵感给他。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我放一个 trade 上来的时候呢，我会跟进的，我会输了钱我会跟进，赢了钱我会跟进这样子。所以你看我现在就是赢了2%，我也跟进了这样子。好了，希望大家记住来收看呢。我尽量讲国语，因为我国语不好，可是我也想有些国语的听众听我的，所以就讲国语。我还有英文还有广东话的也有讲的，就是好了，不讲了下次见，拜拜。